大家好，嘢我 HK 北商香港巴士台，今次又介紹九巴 KNB19 B8L 繞後嘅正常版。咁我就之前喺 Design 1933攞翻嚟，咁就今日就落順豐啊寄咗過嚟啊，係啊，咁就經銷商版係290X 嚟嘅，咁就唔想買英絲雙版，所以就買翻74X 嘅。咁首先俾大家睇下盒先，有明顯標誌同埋雷射標誌，14歲加0至3歲唔玩得。呢度又有 KNB19， 盒尾有個巴士圖案，盒頂都有 KNB19。事不宜遲，為大家拆呢盒車。架車出咗嚟啦，噔噔噔噔。咁個車轆係順嘅，俾大家睇下個車頭，嗰度先係74X 去大埔中心，車牌係 XB4573， 車嘅編號 VLUX24， 咁沙田廠㗎啦。俾大家睇下左邊車身，呢個 KNB Heartbeat of the City 城市脈搏，係啊，冇乜分別，同之前嗰啲。你睇下車尾都係 XP4573 74X 大埔中心，係呢度都係 74X 大埔中心啦。咁呢度就係啲散熱風扇啦，同埋盞車尾燈。你睇下右邊車身，呢度又有玻璃梯。Heartbeat of the City 城市脈搏 K 大隻嘅 KNB 標誌。咁佢今次都係紅色㗎，因為反正九巴都係紅色嚟嘅，冇賣廣告，真係紅蛋。俾大家睇下車頂冇嘢㗎啦，就咁一隻 KNB 字啊，之後就呢個係 WiFi 收顯示一條嘢嘅，都係一點嘅啦。嚇，咁呢個就係九巴月票嚇 V6X24 啦。咁呢個保護墊啦，都係。呢度就係有埋樹擋架，車都係金色嘅。拎架嚟對比啊，差唔多。車底、車頂、車尾、車頭，車身都一樣。如果睇翻依個想睇依架嘅屯門村車站介紹，就睇翻呢架，真係一個架。第47集就介紹一架嘅，即係上條片啦。咁就仲提一提大家，咁就拍緊片仲未訂閱咧，我依家有11位訂閱者嘅，但係咧未留言咧，就真係請盡快留言啦！我有好多片都好少人留言同埋讚許啊，讚許，所以都要快啲去 like 呢一個頻道啊，因為呢一個頻道需要支援啊嚇。有啲人話拍啲片拍得唔好咧，又成日俾人鬧啊，唔知想點啦，係啦。咁一講完咧，希望大家可以即刻做到啊！講咗好多次啊，呢個。一樣啊，一樣，而家差唔多分，而家差唔多一樣。呢度遮咗玻璃梯啊，呢度都係遮咗呢一個。冇乜分別嘅。佢今次冇包我水甜啊，咁我個膠袋已經拆咗出嚟。佢今次冇包水甜，遲啲買埋會員限定嗰個63X啊，包水甜。今條片就介紹嚟咗啦，中意條片嘅 share subscribe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點我要去等車啊，拜拜。
追唔切車添。